你听当天呗，我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用当前用用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伫这个世代混乱的时，我的心静静来挖靠你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静静来听，伫这个世代不免对我讲什么。现在我的心惊惊，现在我的心软弱，总是你有话跟对我讲。主啊，我求你安静我的心，逐时刻安静我的心来听你跟对我讲。主啊，恳求你洁净这个世界，洁净这个土地，让这个病毒紧紧来就过去。互阮人，互阮人类，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来谦卑。互阮来思想，透过即届，伊个即届的病毒，伊个对阮人类来讲啥物？恳求你除去阮人类的骄傲，恳求你除去阮人类的自以为是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，逐时代我拢会来来挖靠你。感谢你赏赐我，伫这个开裂的世代，阮有主来来挖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恳求你加添阮的信心。现在阮有心情软弱的，现在阮有身体欠安的，阮拢恳求你来帮助。主啊，当阮心软弱的时，阮
会晓祈祷，会晓读经，互我靠你的话来赢阮人生头前路站。即时我嘛为着台湾来祈祷。当台湾开始咧面对即个疫情咧起伏的时阵，主我恳求你的慈悲怜悯，伫即个土地帮助因，互因嘛紧紧来渡过即个难关。伫美国检查我个爱甲谨慎，阮就求你的主帮助阮伫即个上个世界的时，阮继续阮家己活可以。即时呢，我嘛要恳求你按照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听你的话。阮即个礼拜，将这些通通的节，互你来欢喜，恳求你帮助阮。伊乐克主的名。现在天黑上，我感谢你，你个准时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敬拜，敬拜你，啊，你来听你的话，记住你的性情，帮助阮，我阮让你的人在听听你的，我对着你的价值，我会当想阮家己，相信阮家己，坚信阮家己。现在这个世界实在是真乱，是讲真安全的时阵，这个是歹要来管老无贵钱，现在为着一个人的失足得到一个国家的高啊，现在为着一个人的失足，变有全世界入地高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拄着艰苦的时，发黑暗的时，互阮的目睭让天天看你的观念，要负你大前去行，互阮会当所行所做的，有你的因素，就是行过四个山谷，也一定在会。阮今仔日的敬拜完全靠你的手上，阮就这心内来敬拜你，再来听你的话，用你信心啊做工作来敬拜你。讲你的话，你的路途，但真正透过你的话传互阮见看你的心来信，原来基督会来说，阿门。大关联的囝，恁就将阳光开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给伊，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。现在来吟圣诗51首，第51首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第51首。
成在，成在，成在。请咱来读信用告别，书读圣经，书读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万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斯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来复活，上天第日会被上帝大名。伊要替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圣道上通，所以下面永远的活命。请坐，请咱来交托。启应文39篇，启应文39篇。这个33篇，启应文33篇。因叫竟要将治罪批评上帝，因行目看顶面，教数目带迄个万军出来，因为伊的大权能、大气力。雅各啊，你啥事讲？我的道路稳目伫耶和华。你敢毋知？你敢袂听见嘛？伊无也无善。亚先的伊互伊能力，
少年人也无善，勇壮的人也袂跋倒。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。咱来约翰福音第3章，约翰福音第3章第10到17节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每时来就问耶稣，对伊讲：rabbi，阮知你做先知是对上帝来的，因为你毋是上帝甲你伫地，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的神迹。耶稣应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人若无定头生，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。尼哥底母对伊讲：人已经老，要怎样定头生？也袂阁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嘛？耶稣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对水甲圣神来生，就袂会入上帝的国。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圣神生的是神。我讲，恁的确就定头生，恁无得掠做奇怪。风出在意思来吹，恁听见伊的声，毋知伊对倒落来，倒落去。既然对神生的也是安尼。尼哥底母应伊讲：怎样会安尼呢？耶稣应讲：你做以色列的先知，也毋知嘛？我实实在你讲，阮是讲阮所知的，感见阮所看见的。恁毋知，毋接纳阮的感见。我甲恁讲，地上的事，恁尚且毋信。那甲恁讲，天顶的事，检菜要信嘛？无人会发上天，只有伫天里的人子对天降落那点。就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，人子也的确就安尼受举起。伊若信的人，念伫伊有永活，因为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，互伊若信伊的人，无得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听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。请咱用华语来看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7节，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领袖。他在晚上来见耶稣，说：老师，我们知道你们从上帝那里来的教师，你所行的神迹，要不是有上帝同在，没有人能行。耶稣回答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人要是不重生，就不能看见上帝国的实现。尼哥底母说：一个人老了，怎能重生呢？他能重进母胎再生下来吗？耶稣回答：我郑重地告诉你，人要不是从水和圣灵重生，就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人的肉身是由父母生的，他的灵性是由圣灵生的。不要因为我说你必须重生而惊奇。风随意吹动，你听见他的声音，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都是这样。尼哥底母问：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？耶稣回答：你是以色列的教师，连这事都不明白吗？我是在告诉你，我们讲论我们所确知的，我们见证我们所见到的，可是你们偏偏不愿意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告诉你们关于这世界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。我要是告诉你们天上的事，
你们又怎么会信呢？除了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，从来没有人上过天。正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，人子也必须被举起。要是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子。要是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这点要请牧师来甲咱祈祷，带来祈祷。把时间交互牧师。咱大家下来祈祷。慈悲天堂，阮的天父，阮搁一届伫你面前三个自执，阮伫遮来对你献上阮的感谢，阮对你的敬拜。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里，继带领阮、保守阮来度过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菌的攻击。希望阮加州的确诊的人数依然个拢真悬，但是伫政府会带领甲计划下面特别全面来开放。求主你特别搁继续来固守阮。阮也特别为着全世界有一个所在，伫以色列、甲巴基斯坦、甲缅甸、其他所在有无和平的战争，求主你的和平也甲因三角地带，也互因无因为用个人的主义、家己国家的主义来侵略、来危害别人的自由，来破坏和平。阮也恳求主你来保守阮，伫人真侪时阵用家己的自我的观点咧看别人的时，就会产生无和平的事。民族中间的冲击，也求主你来将这的事放伫你的平安内面。阮也为着阮的国家台湾献上感谢，伫即个礼拜周末的中间有济的所在拢落大雨，有雷公死呐，互因会通体会着主你将这个天气来校正倒转来，互这个春雨会当落来滋润台湾这块土地。同时，阮也为着台湾的防疫来献上祈祷。阮也看见前一站非常严重的扩散，伫台湾的今仔日人数已经降落来。求主你继续来保守、来带领台湾的防疫的工作，也赏赐阮加州这个土地所欠用的水，互阮会通共款得到主你所赏赐稳定的雨水，充满伫这个所在。阮为着今仔日的自执，搁一摆献上感谢，求主你的圣神来甲阮三角地带，互阮对伫尼哥底母的顶头生的假释，搁一摆来重新思考阮甲你的关系。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阮也要用主你假释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我想这段经文，咱拢作识听足侪摆啦吼。但是咱今仔日要搁用这段经文搁重新来思考吼。特别是咱拄着这个疫情的这中间吼，咱用这段经文，搁重新来分析到底主伫这个时阵咧甲咱讲的代志是啥吼？台湾这两天落大雨，有迄个台湾的青年分享吼，讲半暝吼，
听到足奇怪的迄个讲雷声吼，啊，较紧起床吼，惊着，啊，较紧来祈祷安尼吼。正如耶稣伫今仔日的经文所咧讲的，讲风咧吹，你毋知伊对倒位来嘛，毋知要对倒位去，但是你会感受会到，吼，会感受会到。当然，现代的气象科技，互咱知影讲雷公死若是安怎来，但是咱犹原看袂到伊，但是安那，咱嘛听会到声，吼，会当去体会到伊，吼。你若真正讲爬到迄个云，雷公死若迄个所在时阵，其实云嘛无伫的呢，吼。啥？伊是一个水气尔定，敢毋是安尼吼？伊嘛无伫个，咱看蒙蒙雾雾安尼尔定。圣神成做咱顶头生的一个真重要的气力甲来源吼。啊，这就是耶稣今仔日咧甲尼哥底母所咧谈论的代志，吼，所咧谈论的代志。耶稣伫即个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甲尼哥底母讲一项代志。伊讲，伊要看见上帝国一个足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必须要爱安那顶头生啊。哦，啊，到底尼哥底母耶稣甲伊讲的顶头生，甲尼哥底母本身的顶头生，到底是啥物货？啊，对现代你甲我的提醒是啥物代志？啊，伫这中间，咱也看到一项啊，尼哥底母甲耶稣基督咧讲话，这中间也是甲咱伫拜五咧查经咧讲的，讲雅各甲伫第三章的时阵，甲遮的教会讲啊，莫逐个人伫遐三更做啥？做教师啦，吼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两个教师咧讲话，哦，两个教师咧讲话。咱来看尼哥底母到底啥物啦？尼哥底母代表当初时的咱咧讲的高级人啦，吼。咱用即摆的话叫做天龙国的人，伊是法利赛人，是犹太人，不但是犹太人尔，是搁伫犹太人内底地位足悬的。伊毋但地位足悬尔，耶稣甲讲啥？你做教师的人，你竟然连即种都毋知。伊毋干那是法利赛人尔定，伊阁是法利赛人内底有咧教导的职务的一个人。耶稣甲伊的身份讲啊真清楚吼，圣经约翰福音嘛讲真清楚吼。咱对今仔日的圣经看咧，伊是一个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代表啥？法利赛人代表以色列人非常传统、非常保守的一群人。因非常尊重祖先所留下来一寡遗产，咱讲迄个体制啦，吼，律法啦，吼，咱亲像马太福音第15章第1节、第2节，迄个时阵经文讲，迄时有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对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讲恁的学生是安怎犯着古早人的遗传？因为食饭的时阵，伊哪无洗手啦，无洗手。所以足遵守传统的一群人，吼，法利赛人，吼，法利赛人，伊阁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啦，所以伊毋是干那普通犹太人尔定，伊阁是伫犹太人中间有一个较悬的位置。啊，这个位置是啥？耶稣伫倒尾讲的，伊是一个教师啦，吼，伊咧教导的啦，吼，伫法利赛人内底，伊阁是较悬的，所以伊伫犹太人的社群内底，吼，是伫社群内底，基本上是一个领导者之一，吼，领导者之一。咱会当看会讲，伫福音书咧记载讲，当因咧讨论耶稣基督的时阵，怎？这个尼哥底母出来对耶稣讲话啦，吼，会当看见讲，伊是伫迄个社群内底是一个真正。有地位，也是讲受人尊敬，讲话有影响力的一个人。过来咧，圣经甲咱讲，尼哥底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吼，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毋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，伊是敬畏上帝，毋是干那讲，咱咧遵守传统安尼尔。伊的上帝毋是传统，伊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，吼，真正的上帝，啊。伫圣经甲咱讲，伊是一个对上帝真尊敬的人，然后伊来甲耶稣讲话，甲耶稣讲话，
有诶神学家认为讲，即个尼哥底母可能是一个老人吼。因为咱无根据啦吼，但是不过就是讲，对伫经文第4节吼，尼哥底母讲迄句话，人已经老，哪会当搁对老母诶腹肚底顶头生啦吼？即句话圣经学家讲，伊可能是一个老人吼。不过牧师有无共款诶看法啦？如果你若去看耶稣受埋葬诶时阵，什么人去甲耶稣身尸讲出来？迄个有钱人诶约瑟，搁什么人？尼哥底母。伊若是一个老人，可能无够力啦。不过就是讲，伊当初时诶人，诶老诶定义，甲咱即摆咧讲诶老诶定义，当然是无共款诶啦。咱即摆老诶定义，65岁以后就是退休诶嘛吼。但是有人讲吼，即摆医学足好诶，所以咱即摆老人定义吼，80几岁才叫做老人。迄个80几岁以前诶拢叫中年诶，65岁以下叫啥壮年诶。即摆换哪有人安尼讲，所以迄个定义无共款啦吼，定义无共款。伫耶稣迄个时代，查某囡仔10几岁就会当结婚啊，12、13岁就会当结婚啊。到现在嘛，还佫有即种诶国家民族伫存在啦吼。所以咱大家了解一下，是讲伊咧讲诶即个老人，无一定是咱所了解讲迄个老到袂步道即种诶年纪吼。就是讲伊知影讲是一个成人啊，哪有可能去顶头生？伊咧表达的是即个物件吼。伫第10节讲耶稣讲诶讲，你做以色列人诶先生，就是伊是做教师诶，咧做教导诶，兼且是咱咧讲诶经学师吼。伊是一个有真悬的教育水准，伫迄个当初时来讲吼。但是呢，上时伊嘛是一个足谦卑的人。伊除了尊重即个传统以外，伊搁安那敬畏上帝。不但安尼，咱看伊来甲耶稣称安尼是安怎讲？称耶稣做先生。那照讲一个法利赛人。咱用保罗来讲，保罗家己咧讲，伊过去安那，伊感觉伊困着教会，逼迫基督徒是安那，是为着上帝伊咧做。法利赛人是足骄傲诶吼，基本上是安尼吼。但是咱看尼哥底母来到伫耶稣诶面头前，伊安怎讲？伊讲rab比啊，中文讲先生啊，是讲老师啊。所以伊是尊称耶稣做啥？做先生，伊家己是先生哦，伊家己是老师哦吼。但是伊尊耶稣做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真清楚知耶稣所咧做诶代志，毋是靠着人，毋是靠着人吼。所以咱会当看伊讲，伊真谦卑，愿意搁较少年诶啥耶稣来请教。咱注意啊看吼，伊来找耶稣的目的是请教代志哦，是请教代志，毋是咧讲，毋讲我来甲你讨论哦，我互你指导，毋是安尼吼，伊是真的是真谦卑。所以当伊甲耶稣的对话中间，咱会当看到讲，伊是一个真诚实佮有道德的人。伊是犹太人的官，嘛是犹太公会，咱讲的即个真。上悬的这个议会内底的成员，会当讲是真伫犹太社会顶悬上悬阶级的人吼。伊什么时阵来找耶稣？伊伫暗时啊找耶稣。暗时啊，甲约翰福音记载迄个古井边的妇人人，透中昼。来找耶稣，意思共款无？伊意思是共款的，意思是共款，无爱互人知影。当然，因两个人的身份是完全无共款吼。透中昼伫沙漠的地带，敢有人咧透中昼去潜水？基本上是无啦，基本上是无。暗暝啊来找耶稣，意思是讲无爱互其他人看。对咱来讲，咱真侪时阵，咱拢利用暗暝啊
暗暝咧代表意思，有可能是人看袂到的，有可能咧代表讲我有一寡代志咧做，我无爱互人知。你像台湾最近这个病例走出来，这中间有真侪人是确诊了几工啊就过身啊，甚至有人过身伫厝里了，才互人知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因伫暗暝啊做代志，无爱互人知。因无去承认，无去公开，有真侪人是安尼的原因啊，安尼的原因。台湾即届的疫情甲即个特种行业足有关系啦，吼，足有关系。啊，暗暝啊有代表真侪不过，基本上就是讲无爱互人知，吼，无爱互人知。所以伫暗暝来找耶稣，因为暗暝较无人会看到。检测会当佫解说较积极，也是讲较正向，是讲较无人会搅吵，伊会当专心来问耶稣。甲耶稣好好啊谈话，甲耶稣好好啊谈话。嘛有人讲尼哥底母可能吼，就足惊人即个法利赛人知影伊来找耶稣，安尼就伊就伫因内底就无地位，安尼吼，真有可能吼。约翰福音第7章，迄个咧甲咱讲，其实即个可能性较少啦吼。伊甲耶稣讲你是对上帝遐来做师傅的。哪个讲伫教会内底，莫逐个人去做教师、做师傅？为什么？教会若逐个人拢忙要来徛头前，要来争夺即个咱讲话语权，咱会当看足侪国家、足侪所在防疫的失败。原因是啥？原因是讲顶悬讲的下骹无要遵守，下骹一日讲就开记者会，甲顶悬咧对抗，安尼就会乱去，安尼就乱去。咱会当看伊讲，即个尼哥底母伊真清楚知，伊所面对即个耶稣，伊的教师权毋是家己方的。伊安怎讲？伫圣经甲咱讲即个尼哥底母来找耶稣是讲，列比我知影你做先生是对上帝遐来，因为若毋是对上帝甲伊伫地，就无人会惊你所行才会信任。尼哥底母不但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阁会晓去看迄个调头。什么调头？风有咧吹无？哦，树也咧叮当，风有咧吹。有雷公死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今仔日阴暗着乌天暗地，伊会晓看个调头。若毋是要雷公死啦，就有可能落雨，伊会晓看即个调头。伊知影耶稣所行这个信仰，毋是对人的快乐所出来，所以伊伫迄个所在用安尼来强调伊对耶稣的尊重，伊承认主耶稣是做师傅的人。这对犹太教、对法利赛人的族群来讲，伊已经犯真大的禁忌啊啦吼！因为耶稣毋是出伫这个法利赛人即群内底，伊安尼来承认，等于承认着，伊只是无讲出来，比着迄个信仰告变尔尔。你是基督，应承上帝囝，只是无讲安尼尔，但是已经真清楚啊！你所做的一切是上帝所予你的，是上帝甲你三甲地地的即个权柄。这个是真大的肯定，会肯定甲尊重，也是讲伊真谦卑的人，才有才调讲出即种的话。尼哥底母当然真清楚，伊真清楚，伊要来甲耶稣讲话，要来请教。耶稣嘛真清楚，就来甲伊讲人若无定头生，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。伫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阵，我毋知影咱有甚物款的疑问啊无啦吼？因为耶稣捌讲过，讲
有个人只有看见上帝国离上帝国近啊，但是咧讲哈，伊还未坚持到老尾进入上帝国，所以看见上帝国毋是咱的目标，咱的目标是爱进入去上帝国。耶稣一定足清楚咧讲到将来论啊，将来的国度啊，这个看见是讲什么话？其实这个看见，这个字毋是咧用咧讲到目睭看见的看，是一种亲身的体验。比如讲，伫今仔日个经文的后壁，耶稣讲一句真重要的话：无有人去过上帝国，无有人去过上帝国，只有啥物人？只有耶稣本身是对迄个所在来。咱亲像咱时常咧甲这个民间宗教的人讲你烦恼死后的去向，你绝对毋通找毋捌去过的人带你去。啊，这咧讲啥物人？咧讲西公，咧做法事，因西天对无？啊，这个西公捌去过西天无？毋捌啊。啊，西天是到底伫倒位？咱若用迄个《西游记》来讲。就是清楚啊！西游记是去的西方伫倒位？伫倒位？印度啦。死后你要去印度吗？这个咱会当足严肃去思考的代志。上帝国是迄个快乐生命的来源的所在，亲像尼哥底母所讲的，伊讲。你所做的代志是上帝甲你指定，是上帝开了才做会出来，其他人做袂出来。看见上帝国，就是要进入伫迄个生命的来源。所以耶稣嘛真清楚讲，无有人去过上帝国，无有人去伫天顶。13节讲的，只有伫天里的人子对天降落咧讲啥？这是约翰福音的神学的重点、中心点叫做道成肉身啦，伊伫内底一直咧重述这个代志，这个代志。上帝国就是上帝的执政的所在，是宽平的所在，是神圣的代志的一个境界，只有属于上帝的生命，才会当去领受的。所以耶稣甲伊讲，你要看见，还是讲要进入上帝国，你一定要安怎？顶头生，顶头生的意思是啥？顶头生的意思是讲爱脱离迄个肉体生命。袂讲肉体生命一定会死，但是咱的属灵的生命有活无，迄个是重点。怎样讲？咱真个是基督徒拢讲做见证讲我着破病上帝恩典神灵，互我得到医好。and then 过来咧，伫历史的中间，你捌知影倒一个人无死过吗？肉体无死过吗？无啦。较重要的重点是肉体永远活着，迄个形式是咱的灵性的生命，要安怎来搁活？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，耶稣真清楚讲，我要求爸，爸就另外赏赐恁一个保惠师，叫伊永远甲恁三个伫地，就是真理的圣神。伊讲哪？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世间人袂当接受。这个圣神的生命，毋是逐个人会当接受的啦。世间人是安怎袂当接受？毋是上帝无爱互因，是因为因拒绝，是因为因拒绝，所以因无法度来接受这个圣神的生命。因看袂到，毋捌伊，恁捌伊。因为伊也常常甲恁三个伫地，也要伫恁的内面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15节，伊咧讲，属伫迄去的人袂当领受圣神的事，颠倒掠做愚妄，而且袂当知影这个代志是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当看透，属灵的人会当看透万事，无有一个人会当看
看透上帝吼。所以有上帝的圣性的人，才会当去看见上帝国，还是讲去体验上帝国，还是讲进入伫上帝国。人要安怎定头生？伫圣经内底，今仔日所牧师长互咱所读的经文内底，伊讲若无食着水圣神吼。伫第五节讲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对水、对圣神来生，就袂会进入上帝国。所以耶稣咧讲的，毋是肉体的定头生，这是尼哥底母的误解，所以伊毋知影，伊看无嘛，伊无圣神的同在嘛，吼。水甲圣神伫希腊文的圣经这两字的中间是一个开 and。这两个物件是同一个代志啦，吼，毋是讲 or， 吼，水有啥物功能？洗清气，敢毋是？正神呢，嘛是洗清气啊，互咱重新有一个活命，甲过去的代志来消除，有迄个洁净污秽，圣神的功效，就是咧洁净咱的罪。其实，这个两个伫这个所在是同一个意思，哦，同一个意思。所以，伫咱咧洗礼中间，咱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是安怎？奉爸囝圣神的名。所以，用水行洗礼，代表圣神的管压性命进入咱的内底。洗礼是一个基督徒顶头生的一个记号，哦，的一个记号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哥罗西书第2章12节的经文讲：你既然受洗，甲因同埋葬，就伫这个所在，甲因同过活，甲耶稣基督同过活，因为咱领受耶稣基督的圣神，吼，拢因为伊叫这个死过活的上帝，互咱有功效。所以顶头生其实是一个过活的概念，亲像咱伫圣神降临的时阵来讲的这个主题讲活啦，吼。咱有领受圣神的人，基本上就是爱成做一个过活的人，一个活人。什么叫做过活的人？顶头生的意思到底是啥？顶头生对尼哥底母来讲，就是对暗暝要去到伫日时啦。伊无搁再用暗暝来做伊的代志，也是讲伫遐无爱互人知，也是讲伊拢用即个时间来追求真理。所以当尾后伊嘛搁真清楚，为着耶稣来讲话是伫因的会议的中间，伊无搁再用迄个黑暗来遮盖伊所要行的代志。领受圣神充满的生命，来改变伊的本性。咱拄则讲用水甲圣神，最主要是要洗掉咱的垃圾。我伫前礼拜，这个礼拜一啦，过去这个礼拜一，我用这个台湾这个做译调的中间，第一届弹出来一句话叫做“校正回归”，引起真侪人的讨论啦吼。有真侪人就开始骂啦，开始批评啦吼。啥物叫校正回归？我伫礼拜一的伫某信内底，甲大家三角分享。我讲基本上校正回归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啦。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咱随时都爱校正咱的人生的道路有歪转无？若有歪转，就爱哪？爱校正，然后爱倒转来是上帝的路顶悬。这毋是咱基督教的信仰咯。咱随时拢爱去揣测，咱随时拢爱互圣神来帮助咱，甲咱的做毋对，也是讲行失错的生活来调整倒转来。有顶头生的人，才会当进入上帝国，体验上帝国。有一个人讲吼，尼哥底母吼，伫今仔日这个对话了吼，都无结论啊啦。所以有一个人讲吼，尼哥底母无得救啦，无顶头生啦，有无？有无？
你这段了后，咱搁看到2摆，拄则我已经讲1摆啊。伊捌勇敢徛出来对耶稣讲话，过来咧。以圣经记载约翰福音19章38节到40节，咱看见，我拄则老师也有提到，当耶稣定是十字架断开死了后，耶稣的门徒12个去倒位？犹太出卖，然后自杀。彼得呢？好人，其他人呢？十个无看的人。伫迄下底有3个负人人，咱若搁偌济早起的时，咱会拢会用这个来讲哦。有3个负人人以外呢，就是迄个有钱的人，甲这个尼哥底母，甲耶稣的信息领倒转去。约瑟甲尼哥底母甲耶稣的信息领倒转去，放伫约瑟因家庭的坟墓，毋捌用过的坟墓，来互耶稣用。迄个在场可能以色列人拢离开啊啦吼，因为伫要拜五黄昏啊嘛。啊，本来是应该光光的日啊，忽然间变暗啊，哦，啊，因为其实哦，这礼拜的这个安息日提早到，所以犹太人的领袖基本上拢走了，但是还佫有罗马的军兵还佫伫迄个所在，还佫有真侪伫边仔咧看牢这个人，但是因2个勇敢去要求彼得多用这个耶稣的信息来领转去。一个若无对顶头生有性命的人，可能无才了做这个代志。耶稣讲真清楚，无有人上过天，只有耶稣是对天所差遣的来。只有接受人子的人，伊才会通领受到迄个圣神，有圣神的活命。迄个人的性命才会得到改变，然后才会当得到永生。台湾真侪人咧讲吼，台湾即马足严重的啦吼，安怎安尼啦吼。我讲吼，我会当体会恁即马目前所面对的状况，对用台湾本身来讲是非常严重，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届。我讲，阮你要全面开放啊，但是阮每一天确诊的人数还佫比恁较悬。阮比今年的1月份来讲，人数已经减几啊10倍落来啊，但是咱的人数又还佫比台湾较严重。当然，我这个意思毋是讲咱遮足严重，这一定要安怎，是讲咱会当看见讲，当咱咧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时阵，咱有真侪的思想，咱的传统，咱对教会的看法，对信仰的看法，必须要改变，必须要改变。咱若无改变，如果伊犹原维持迄个传统的时阵，就会有一寡问题，会无够好。咱来倒来看这个尼哥底母甲约瑟，因甲耶稣的信息搬入去伫坟墓内底的时阵，后壁迄3个负责人安怎讲？因看了袂得过，因为因2个是照犹太的传统要来甲耶稣的信息放互好势，但是因无有迄种的疼，袂晓做迄个代志。这3个负责人是对头到尾拢对耶稣基督。因用迄个疼来看耶稣，因感觉因做了无够好势，因无改变，无完全的改变。好像对伫尼哥底母甲耶稣咧讲到顶头生这项代志，咱会当检查咱有地位，检查咱有传统，检查咱有职务，检查咱对教会的经历是久久长长。但是伫这个时刻，其实上帝爱咱重新思考，不但是咱甲伊的关系来听，包括教会意义，
信仰的意义。咱必须要改变，来校正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做来祈祷。看我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你甲尼哥底母的对话，阮重新来思考。祝阮知，无论教会的大小，无论教会的形式，上重要是阮所领受你救恩的恩典。透过圣神的启示，互阮会通有确实的改变。对教会、对信仰、对阮甲你的关系，阮重新来思考。阮需要受校正，倒转来伫你的真道顶悬。因就祝你甲尼哥底母所讲的，有安尼顶头生的人，才会当去看见，就是体验进入上帝你的国度。就祝你帮助阮，也互阮伫即个疫情还阁未解完全消除的时阵，依然互阮重新思考甲你的关系，对你的脚步来行。求主你将你的旨意显明伫阮的头前。你谦卑伫你面前祈祷，靠主的名，真多谢咱的牧师甲咱讲关系英国看去还是入去。OK， 请咱来吟圣诗155首。我羡慕真理的神。第155首。我羡慕真理的神。我羡慕全能的神，求你应验我内面，头前路障月在，靠你进前免受害。谢谢，我这接来奉献。
当我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若想到我今仔日会当徛伫遮，会当坐伫遮，会当伫遮听你的话，阮就大大感谢你。愿求叫你帮助阮，互阮心清，互阮心无你，互阮会当时常甲你伫亲近，互你甲阮相合之地，完全心无你。愿袂当来的，求你看顾因平安，互因的内面保住你的神。若是为着身躯边疼，求你医治，互因早一日脱离迄个痛苦，也是脱离迄个边疼会骄照。所以阮想着即摆的世间，实在互阮真惊害。无论讲伫美国人。伫遮，因为穿的关系，大家相弹。有诶毋是坐飞机破落去，有诶伫加拿大发现着有200个尸体的囡仔，迄毋知安怎发生，无人知。主啊，有即款的惊吓，围绕着阮，总是阮毋免惊，有主你的安排。因为阮知你甲阮伫地，无论去倒位，你是扶持阮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切的心，只有心无你，看主你的面，目睭闭紧，看主你爱阮做的，阮照安尼去做。阮若有辜负你的，求你赦免。阮这粒献淡薄钱伫你的面前，应接，拢照你的意思。阮来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。这点要来关怀甲保护。好，咱若继续为着疫情来祈祷啦吼，嘛，家己的保护爱做好势啦吼。我听朋友伫即个维加斯讲，因咧餐厅印度拢开啊吼，嘛有迄落白州的吼，因讲餐厅服务的人员嘛无咧带喙暗的啦吼，但是我看起来因的注射都拢无到50%咧吼，佫比咱加州足低安尼吼，咱实在是爱好好祈祷啦吼。咱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吼，咱知影对新闻知影有真侪所在，佫有遮个冲突，咱为着遮个祈祷。即个咱知影台湾的防疫，因为即个人数。校正回归的人数真悬吼，所以宣布延长到6月14这个第3级的防疫嘛吼，也为着这个防疫来祈祷吼。昨的人数死亡人数21个人是有史以来上悬吼。今仔日我看计算已经个位数。好，咱后礼拜礼拜煞要召开同工会，请咱同工来拨时间来参加。后主日咱也要举行圣餐礼拜吼，但是因为咱加州还未全面开放，咱原则上也是请咱兄弟家己来准备家己的婚宴吼。过来拜5迎暗，咱有即个茶点，请咱做伙来参加吼。哪个书第4章啊吼，佫剩2章吼。好。出席甲即个网络财经的人数，这是即礼拜的奉献吼。咱也恭喜即个 David 甲 Vicky 的查某囝毕业啦吼，正搬去伫即个纽约要开始来实习，咱也为着祈祷吼。以上，好。请咱来做伙读即个金句，今仔日个金句第4篇29篇11节，咱做伙连续读2摆吼。耶和华要赏赐快乐互伊的百姓，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，耶和华要赏赐快乐互伊的百姓，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。
即在这个圣经吼较食读的吼，咱心里足欢喜的吼。OK， 请咱来吟上言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530首，唱了后，恳请牧师甲咱祝祷。第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上帝赏赐的圣神，甲咱三个弟弟，不但咱领受伊重生过活的活命甲救恩，也圣神时常保守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会当来调整，来对主的脚步，有主所赏赐的平安，甲咱三个弟弟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免。